教具释文第28集。拍人的拍应该写倒一字？教育部就教写即字歹啊！人汉语博士嘛有讲超过100届啊，歹就是呾，呾就是歹。原来歹就是拍。下课后一集再会。喂，无迄啦。问题是歹等于拍吗？两个共声吗？没毛病吧？第二个问题，呾结业，将手定声有怪怪无？先讲即字定，即字应该有真侪意思。我讲一个我做囡仔的记忆。细汉时生一粒钉仔，拇指大的肿瘤，一粒。阮阿爸讲钉仔。来讲正题，即字的甲骨文，将手将一粒乌色的钉仔，即字就是拍，就是补破鼎的动作。细汉捌看过人补破鼎，先甲一粒钉仔烧好软，鼎底用适当的支撑物拄着，甲即粒烧软的钉仔插伫破空，搁尽量钢推仔钢好平，推打即粒钉仔的动作就是拍。即字读音安怎来？并噗啊切读音拍，或者是并叠啊切读打。整理一下，即字有两个读音，一个读拍，意思对结业、斗后业。例句拍人或救人。第二个读音打，意思动作业。做一个招呼的动作，就讲打招呼。拍招呼嘛有人安尼讲。第二个意思，买会台的商品，例句搭酒搭油。补丁，衫裤若破空，搁添一块布，看起来就有一搭无共色水的补丁。咱即马就理解，原来补丁本来是伫讲补鼎的破空，莫怪有即字丁，是吧？衫裤的补丁，破鼎的补丁，这两种补丁的动作，后世子孙应该无机会搁看到啊。即马来记录一下。另外，铁钉仔的方式是后来西方传入中国的，和补丁无共的概念，是吧？汉语真少形声字，安尼结论大家慢慢有体会无？即字拍是毋是阁是一个范例？煞来讲噗啊切的即字噗，即字噗等于安尼写，字变就写做安尼。因切讲即字读噗，我捌自作聪明，用啥物同音韵入声简化，即字变读做拍。毋是哦，即字毋是形声字，毋是将手扑声哦。即字是常人的文化用语，真爱问神的民族性。意思是手举着法器在做法啦。甲骨先生安尼的解说，自古到今无人解说的朴义平，是毋是变得有意义啊？即字后来演变做手举着器物在攻击别人，这器物有可能是棍仔、皮鞭、武器、喙、笔等等。读音噗，意思快速出击呀。例句，伊讲话拢无经过大脑，噗的就出来。有人讲你课文、见摆拢讲一寡无得用的字。毋是哦，即字噗是非常实用的字哦。只有两字较少看到，顺续补充一下。即字笔，笔顺的笔。另外即字学校，细汉阮是讲校，阮老师可能拢有举法器的款啦，用的是即字校，毋是学。哪来哪少人安尼讲啊？教育部无记录啦。我还未入去校，就会晓讲的话，即马煞变成强要失传的字。
有感而发一个。教育部记录的丢脸丢到国外去了，害美国人写出这种见笑代的笔顺。转来讲拍，这个拍有一个杂心的钉仔，这个拍算是有一个空心的钉仔。简单安尼讲，意思是手掌轻拍发出的声音，啪啪就是拍拍，啪是一个读音。第二个读音是噗，例句拍噗仔声真响亮。小整理一下，拍是以器物重击，噗是以手掌轻抚。拍击也，将手定声。这个拍根据台语大音典，确实也有定的读音。定五根旗就是这个定。定五支有可能是摕铁钉仔出来单挑削，当然毋是，当然爱写相拍的这个定。阁有一字意思嘛是拍，读音叠。你若无认真学写字，就甲你叠甲金死死。你若爸要安尼甲你教是无？中文就是一字打。台语毋若是只有拍就是打，拍就是拍，阁有这个叠，阁有噗。台语的丰富性是中文的4倍，你看有影无？这集讲到这，感谢收看，咱下一集再会。